为了提升灾区的医疗量能，就医护团队到当地设临时医疗站，必要时嘛会直接伫咧现场手术。另外，因为也有真侪落高门甲积水，这疾管署是特别提醒讲，着要做好防护，才会当减少为着雷片、厝等等传染病风险。地头顶浸着酸空喙，这算毋是医护人员平常时工作的病院。花莲光复乡救灾行动要继续。2月透早，高雄市消防局特殊队接到个案，一位57岁查甫人，伊的伤势要马上处理。医疗团队评估，伊的空喙已经感染，而且肉有烂去，佮有一寡组织也拢害去。为着防止并发芳寿性组织炎，医疗团队现场局部麻醉、开刀、清掉害去的空喙。手术真顺利，另外灾区防疫方法各有别项。国军第2作战区也协调国军花莲总病院开设临时医疗站，包含光复灾区都有光复糖厂救护站，逐工透早8点到暗时9点会当看病；，佮有光复车站救护站提供规工的诊疗服务。另外，红林国小、瑞士国中2个灾民收容地区，同款是逐工透早8点到暗时9点会当看病。暗时看病服务是伫官兵的大房区。有清除大型的家具以及有腐败的相关的食材的那些厨余之类的东西，会导致因为天候变热之后会滋生病媒蚊。国军也出动，大约80名的化学兵支援，实施一寡地区的消毒，来防止拖白网生炭。为着阻挡疫情，疾管署也宣布10月7日特别开始注的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，甲光复乡全体居民、卫生所的工作人员、佮救灾人员列入去，安算有12000人。另外，提醒现场人员清理环境的时阵，一定要注意防疫。可能带有的就是所谓的类鼻疽跟所谓的钩状螺旋体。那类鼻疽的发生，它其实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很像普通感冒一样，可能会有发烧呼吸道的症状。医师提醒，一定要挂手套啊，避免皮肤接触到土霾。另外，食茶抑有食食，上好是选包装的水，佮有煮熟的食物。伫摒扫好势了后，应该规身躯洗好清气。居家环境是建议用漂白水透保，摕来切切的消毒，来防止着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